Hello，大家好，我係希啊。呢條片咧會教你點樣用 IG 低成本咁創業啦，當中有4部曲嘅。咁咧係可以令你咧輕鬆咁由零咧增長你嘅業務至到2至5萬蚊嘅水平嘅。點解我可以咁樣講？因為我自己用同一套方法咧已經多次成功創業啦。現時我嘅盈利係穩定咧月入10萬蚊以上嘅，我亦都幫超過40位老闆咧變咗超過300萬嘅。好多咧係喺一個星期內咧極速啟動佢哋嘅新業務啦。咁當中咧係唔使拍 Reels 做個人 IP 嗰啲嘢啦。咁呢啲係一啲成功嘅案例啊。咁睇完呢條片咧，你都可以上我嘅 IG 睇翻，有大量嘅成功例子俾你參考。咁好多人以為做生意就係拍 Reels 做個人 IP 做 SEO 做營銷漏斗做 Facebook 廣告呢啲嘢咧，你全部都唔需要做嘅。咁如果你想知成個 step by step 係乜嘢咧，我成條片會講嘅。咁你會見到咧，其實 step 1、step 2、step 3、step 4咁樣，我會全部咧教晒大家。咁所以如果你想真正掌握到呢套框架嘅話咧，麻煩咧你真係花少少時間去睇晒成片啦，同埋咧一定要好留心咁聽啦，因為當中好多好有價值嘅資訊咧，係所有其他做 marketing 嘅人咧都唔會教你嘅。咁講重點之前咧，不如都講一講我自己背景啦。因為可能有睇呢條片嘅朋友，可能係第一次聽啦，或者係第一次認識我嘅。咁我叫阿希啦，今年27歲，我本身咧就做銀行。咁我當時覺得壓力好大啦，工作冇咩意義，因為咧由細到大咧都係嗰啲咧即係乖乖仔去讀書啊，跟住咧去行一條穩定嘅路徑嘅人啦咁樣。咁之後咧讀完大學之後成績又 OK 啦，咁所以就做咗 banking 嘅 finance 呢一行啦。咁啊覺得因為揾到錢，咁但係咧就覺得咧即係其實好辛苦啦，亦都唔係我真正想做嘅嘢咁樣。咁當其時咧，即係其實我 fresh grad 第一年我就開始嘗試用 IG 做副業啦，亦都試過去追 followers 啦，用一啲好複雜嘅廣告設定咁樣啦。咁呢個一個咧 cap 圖咧就係咧 show 緊咧我喺 Facebook 廣告嘅支出，你會見到我都俾咗幾多錢 Facebook 使啦。咁但係咧翻嚟嘅生意都係麻麻地啦。咁令我咧覺得咧即係創業好難。咁我前後咧亦都係即係投資咗接近6位數咁樣咯。咁當其時咧正值壓力又大啦，即係咧再加上咧放工做副業辛苦又失敗，咁令到我身心健康咧其實都開始有啲問題。咁好彩啦，到後來咧，即係遇到一位咧創業成功嘅朋友，佢好短時間內咧已經係做到2萬蚊盈利嘅生意。即係當其時我聽到2萬蚊，我係覺得咧即係好神奇，點解可以做到？因為我自己未試過。咁當然而家睇翻就覺得即係濕碎啦咁樣。咁我問佢有咩竅門，原來咧其實佢純粹係 IG 出 post 再加 boost post，真係咁簡單。即係咧因為內容做得好啦，所以就吸到客人。咁我學佢即係向佢學習好多啦，亦都係甚至乎一齊去做 marketing 啦。後來咧就將佢嘅公司咧即係 scale 到咧10萬蚊以上嘅，係啦，咁就好誇張啦。咁亦都令我覺得原來咧賺錢係咁樣賺喎，即係原來可以咁樣賺錢法。咁亦都發現咗咧，原來咧做內容咧同埋簡單嘅廣告投放已經可以咧不斷咁精準去轉化啲客人。即係譬如呢一個 post 咁樣啦，你見佢好多人 share 咧，好多人 save 低啊，證明咧其實佢嘅共鳴感係好強啊。好多人咧因為睇完呢個 post 之後咧就幫襯咗個生意啦。咁當個客人咧俾內容說服咗之後咧，根本上你唔使 sell 佢，即係可能你都試過啦，即係 DM 啲人 DM 問完你之後又唔俾錢咁樣咯。咁其實咧好多人問我哋嘅生意嗰陣咧係 DM 咧直接就話俾錢，問幾多錢啊，可唔可以買咁樣啦。咁所以咧係做到咁嘅效果。咁我自己用呢個方法咧，亦都係咧連埋創業成功啦。我半年前咧亦都係達到咗咧月入咧10萬嘅水平，咁我就決定咗裸辭啦，亦都係去日本咧旅居咗一段時間。咁我現時咧係可以話半財務自由嘅狀態。咁呢個就係奈良啦，即係同啲鹿仔餵下佢啊，玩下咁樣，亦都係咧 book 咗一間唔錯嘅即係住宿去體驗下啦，亦都係周圍食好嘢咁樣。咁我亦都發現啦，當我咁樣過我嘅生活嗰陣咧，原來咧我並唔需要即係做一個好似 freelancer 啦嘅角色啦，或者咧即係唔需要幫自己減人工去做啲所謂有興趣嘅，而係咧我真係做一個老闆啊。因為咧當我去旅行嗰陣咧，我嘅生意咧係靠 IG 咧自動運作緊啦，我嘅收入係 keep 住有增長嘅，令我發現咧原來咧又可以輕鬆啲啦，亦都係咧可以好穩定咁持續增長我嘅生意。咁講咗咁耐嘅故仔啦，係啦，我諗大家都開始瞓覺啦。咁但係咧，重點就嚟啦，即係咧，其實咧個 step 1 2 3 4係點樣咧？我會教晒你嘅，即係睇完呢條片之後咧，你會真係掌握晒成個技巧。咁 step 1啦，就係咧，其實咧你做任何生意咧，開始之前咧，你都應該咧掌握咗你嘅受眾嘅底層心理，甚至乎咧你 keep 住 run 門生意嗰陣咧，喺呢一方面你都要係即係增長自己知識啦。你要真係知道你目標嘅客戶嘅
性別、年齡、職業習慣啦，可能有啲business 咧係 target 一啲女士啦，可能有啲係男女都啱啦，亦都係咧有啲針對年輕人，有啲針對銀髮一族啦，跟住究竟佢做咩職業？譬如話有啲咧專 serve 一啲咧返工好忙嘅人，幫佢哋慳時間等等咧，其實咧都要好清楚嘅，同埋咧你要知道佢哋試過乜嘢競爭對手服務啦，真正需要嘅係乜嘢？點解要咁精準咁知道呢啲資料咧？就因為咧你有正確嘅定位，你先可以咧寫出有共鳴嘅內容啦，就好似頭先 show 俾你嘅 post 咁樣，你先可以留下一個清晰印象咧。佢睇完咧真係覺得咧你好啱佢咧，佢先至想幫襯你啦。同埋咧你可以咧遠遠咁拋離咗你競爭對手，因為你大部分嘅競爭對手咧都唔識得做呢個 step，即係咧大家寫嘅文案咧都好 general 啦，做嘅內容咧都係咧好似寫俾所有人睇咁樣，用啲 AI 去生成啲內容，咁所以咧用 AI 去寫內容咧嗰個 conversion 通常都好差，因為咧個 AI 冇你咁了解你嘅客戶啦嘅目標客戶嘅。咁如果你一開頭咧定位已經錯咗咧，係好難去銷售，因為咧你之後所有嘅內容咧都要需要係圍繞呢個定位。咁當然咧你個定位可以係慢慢去到改善啦，慢慢越嚟越精準。咁但係咧你必須要有個 sense，起碼你大概知道你究竟賣俾咩人先，你唔好全世界都賣晒啦。即係你唔會將一啲日式拉麵咧嘗試去 sell 俾一個80歲嘅阿伯㗎嘛，因為佢根本唔識欣賞咯。咁有咩例子咧？即係頭先講咗好多即係框架啦，咁通常都會俾埋例子，就係咧，譬如話高級護膚品啦，有啲成分咧其實比較適合35歲以上嘅人，因為35歲以上嘅人咧個皮膚狀態會惡化啦，咁亦都係咧慢慢咧冇咗嗰啲年輕嘅水潤狀態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需要一啲活性成分加強，咁呢啲咧係真係你好了解你嗰個目標客戶你先寫得出嘅嘢啦，又或者咧健身教練啦，針對上班族咧用一啲最慳時間嘅方法去到健身，因為香港咧好多人其實份工已經好忙。如果你個健身服務你係 sell 緊呢一啲好熱血啦，或者係好長時間先達到啦，你真係同佢講哦，你每日要操足3個鐘嘅，咁好多人已經驚咗你啦。咁所以咧，你嘅定位要好精準咁知道你究竟 target 緊咩嘅人，或者豐胸產品啦，甚至乎咧其實有分即係賣俾一啲年輕嘅女士啦，定係一啲已婚嘅，因為咧佢哋嗰個荷爾蒙水平唔同啦，有啲人生完小朋友之後咧身材開始變化，咁去食一啲豐胸產品去調節翻啦，亦都係咧有啲年輕啲嘅女士咧。可能純想追求咧就係咧升1-2個級咁樣都有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你賣俾唔同嘅人咧寫個文案咧都係唔同嘅。咁我自己亦都係做同一個方法啦，因為我好了解我嘅受眾啦，我亦都係用我個人親身嘅經歷啦，去到定位得好好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唔錯啦應該話，因為咧市面上好多競爭對手咧都係喺呢一個 matrix 入邊啦，就係咧佢係分輕鬆同辛苦啦，複雜同簡單嘅。咁右上角咧係輕鬆又簡單嘅服務啦，又或者方法啦，即係譬如話咧，你只需要寫 IG post，再加低成本落廣告 boost 佢咧，其實咧你每日8蚊可以不斷轉化到啲客人。呢個係一個又輕鬆又簡單嘅方法。有啲咩係複雜又辛苦啦？譬如一啲 Facebook 廣告設定啦，好多人咧就係想你學呢一樣嘢，就因為咧佢複雜啊嘛，佢咪覺得去 sell 你一個課程啦，即係 Facebook 廣告設定課程咁樣，咁你咪會覺得好似學到好多嘢咁。咁但係咧，我自己好客觀嘅睇法係咧，如果你個生意咧並不是有5萬蚊穩定盈利嘅話，你係唔需要學 Facebook 廣告。好坦白講，IG 咧已經夠晒。我自己有用 Facebook 廣告係因為咧，我嘅生意比較大啦，我都係用啲進階嘅設定去配搭我嘅生意。咁你一開頭咧，如果你係想做0至5萬蚊，其實真係唔使。甚至乎我有朋友咧，佢嘅生意係做緊月入10萬蚊嗰陣咧，佢都係齋靠 IG 嘅啫。Facebook 係好後期先開始研究嘅嘢，所以如果你係新手啦，就唔好花時間學呢一啲嘢啦，因為咧呢一啲係好複雜嘅設定，只會令到你好氣餒啦，啲數據又睇唔明嘅啫。反而 IG 咧係所有人都識嘅，係啦，成日出 post 都所有人都識啦。個問題係咧點樣有一個精準嘅內容策略去到轉化啲客人嘅啫。咁另外咧，複雜嘅營銷漏斗啦，即係呢個 term 咧又係咧，因為講出嚟咧大家聽唔明咧，就好似好勁啦，好似好勁咧，咁就會咧令你好似想學呢一樣嘢。其實咧，如果你聽到一啲好勁嘅 term 就想學嘅話咧，呢個世界係有億萬樣嘢你需要學嘅。咁咧學完之後都對你生意冇咩幫助。點解咧？因為咧營銷漏斗純粹係一個好複雜嘅網站啦。佢你要睇一啲片嗰陣，佢就會咧收集你嘅 email，收集完 email 咧，佢就自動 send email 俾你咧，嘗試去說服你幫襯。咁點解呢一樣嘢唔 work 咧？我就會再解釋下。咁點解佢係複雜同辛苦咧？就因為咧一個新手咧去做一門生意嗰陣，已經有好多嘢要做，譬如話市場研究啊，跟住你去揾產品啊，你賣乜？
你已經係將你嘅精力投放喺呢啲位咧，你真係會掌握得好好啦。但係有啲人咧，唔知點解做生意咧，佢就走去學一啲 Facebook 廣告設定，明明都未有客啦，或者明明未有穩定嘅業務啦，就走去學一個營銷漏斗，就花可能咧1年嘅時間啦，半年嘅時間又好啦，跟住咧學咗一堆唔等使嘢，到你真係個廣告出街嗰陣，你就發現，哎呀點解冇生意嘅咁樣，咁你就嘥晒你寶貴嘅青春。所以好客觀咁同大家講咧，即係唔好咧嘥咁多時間去學一啲複雜技巧，因為你要 master 咗你嘅基礎咧，你先去升 level，先至考慮去用一啲進階嘅 Facebook 廣告設定。你冇生意咧，唔係因為你冇用 Facebook 廣告啦，係因為你個 IG 嘅內容做得差啦，亦都係咧你嘅定位咧唔清楚啊，呢啲先係你真正需要改善嘅地方。咁另外咧有啲咩係簡單得嚟辛苦嘅嘢咧？好多人咧都會 sell 你咧話你要拍 reels 啊，或者你唔做個人 IP 就冇生意。你會發現咧，我成個 page 都係冇出過樣啦，我以往 manage 嘅所有 page 都係冇做個人 IP 咧，都冇拍 reels 啊，我亦都係唔需要咧追住嗰啲流量，我都係唔需要日更啦。你會見到我個 IG page 已經好似咧停更咗咁滯㗎啦，即係咧要係60日前先有一個更新嘅 post，但係就算係咁咧，都每個禮拜咧大量嘅人查詢我嘅服務。點解咧？因為我內容做得夠精準啊嘛。大部分嘅個人 IP 咧都係無效嘅轉化，因為咧根本係唔精準啊，成日喺度追一啲咧咩來都來了啊，咩搞笑嘢啊，跟住咩街訪嗰啲咧，根本咧你吸翻嚟嘅客人咧都唔係真正需要你嘅服務啦，或者你 share 自己去旅行，啲人以為你旅行 KOL 咁滯啦。咁呢啲嘅個人 IP 咧唔建議嘅，點解？因為咧唔精準嘛，好難轉化嗰啲受眾，就算有流量咧都冇用啊。呢個係好多店主揾我求助嗰陣咧，拍咗好耐 reels 都係對生意冇咩幫助。咁咧亦都係好辛苦啦，因為聽落剪片好簡單啦，其實你又要即係加字幕啦，又要諗橋啊成啦。咁咧其實咧你長遠，如果你拍 reels 先有生意嘅話，其實好辛苦嘅。相反咧，你靠廣告係好被動啊，每日8蚊咧已經大量嘅客戶揾你啦，輕鬆簡單。有咩係都係辛苦咧？就係 Google 嘅 SEO 啦，即係好多人話，哎呀，你搜尋 Google 嗰陣咧，就會排第一位咧，就好多生意啦。其實咧係好難嘅，因為咧已經咧你嘅行業入邊大量嘅大公司咧已經霸咗第一位啦。你點樣打低佢咧？可能你要花1年半載嘅時間，你要寫1億篇嘅文章啦。咁個演算法咧就有機會幫你排前啲啦。咁就算係咁咧，第1、2、3位咧都經常變化。點解我知咧？因為我自己係有做 Google SEO 嘅，我唔係冇做過喺度踩啦。我自己嘅公司咧，即係部分我 manage 嘅公司亦都係咧排緊第1、2、3位，係唔容易嘅，係啦。所以咧，我亦都唔會建議咧新手咧去做呢一個嘅步驟嘅，係啦，即係要花好多時間去寫文章。咁去到 step 2啦，即係除咗頭先話，即係了解個定位啦，了解嗰個受眾真正需要嘅係乜嘢，因為真正需要嘅人嘅嘢咧係輕鬆又簡單嘅方法，而唔係一啲咧複雜又辛苦嘅方法。呢個好簡單，如果你咁樣定位你嗰個嘅 product 咧，其實咧你已經贏咗好多㗎。咁咧另外咧就係咧 IG 銷售業啦，呢個咩嚟嘅咧？可能即係睇過 IG 嘅人都見過呢一個 term 啦。咁咧呢個係我創辦嘅，即係我發明嘅嘢啦。咁究竟佢講緊啲咩咧？就係咧，其實 IG 入邊咧係有3個篇 post，呢個係黃金位置，你一定要咧將你最有說服力咧嘅post 啦都編咗上去。即係譬如話呢一個咁啦，對我嚟講呢個 post 係好有說服力啦。咁我就將佢編咗喺咧頭3個 post。如果你睇下 IG 會見到嘅，不過唔好日日睇，呢一陣先睇。咁睇完之後咧，就會了解咗你嘅價值啦，你服務差異之處啊，同埋點解嚟幫襯你。其實所有嘅 IG shop 啦，賣服務嘅人咧，creator 都應該咁樣做嘅。好多人咧根本冇編過啦，即係純粹為咗追日更啦，跟住亂咁出一集 post 咁樣，叫咪養好個演算法嗰啲啦。跟住咧唔諗下啲人入到嚟見到啲咩，即係啲人 click 完你個 IG profile 之後就係會即係 stalk 下你咁樣噶嘛。你一定要咧打造到一個銷售流程喺入邊嘅。咁咧常見嘅錯誤咧就係清一色嘅銷售 post 啦。咁咩叫產品銷售 post 就係嗰啲好 hard sell 嗰啲嘢，即係大部分人睇 IG 唔係想俾你 sell，即係咧好多人咧落廣告又好啦，做 IG post 又好啦，就係咧成個 page 都係咁嘅樣啦。咁我形容咧呢一個叫做 hard sell 業啦。咁如果我抽中咗你個 shop 出嚟咧，做呢個反面教材就唔好意思啊，我求其抽嘅啫，即係唔係 personal 嘅呢樣嘢。咁咧咩叫 hard sell 業咧？就係咧成個 page 都係一啲 product post 啊，完全冇解釋過究竟咧你間 shop 同其他 shop 嘅分別啊，或者咧幫襯你有咩好處啊等等咧，完全冇嘅，就齋係一啲即係你以為咧你嘅 product 好吸引啊嘛，跟住你就落廣告啦，咁你嘅成效梗係差啦，因為咧你覺得咧即係因為
一個咁樣嘅相就吸引到人幫襯，咁絕對係即係唔係真啦呢樣嘢。咁另外咧，清一色嘅教學 post 咧就係咧一啲 Google 都揾到嘅嘢，即係好多人咧出大量教學 post 咧就想建立一個所謂專家形象啦，尤其嗰啲健身教練啊，你會發現咧啲人就算咧 save 低咗啊 share 你啲 post 啊，多你 follow 都好咧，都係冇人主動查詢你嘅服務，因為咧你冇一個 IG 銷售頁啊嘛，即係咧因為你係譬如話健身教練啦，好多人都拍一啲 reels 啊，講嗰啲即係正確動作點樣做啊，跟住唔好整親嗰啲啦，其實咧你會發現咧你10億個競爭對手啦，全個世界都係拍呢啲一片啊。即係就算 within 香港咧，個個都係咁樣做嘅啫。你點樣令到個讀者記得你咧？咁真係好難咯。咁所以咧，如果你清一色，sorry，清一色淨係產品銷售啦，或者咧清一色咧教學嘅 post 都係唔會有生意嘅，或者咧個成效係好勉強啦。咁亦都係咧所謂嘅個人 IP 啦，就係咧啲人會即係教你拍 reels 啊，追流量啊，拍一啲咧所謂咧潮流嘅元素啦。咁樣咧，又或者佢話你要好全面咁俾人認識呢個人啦，跟住咧就開始講嗰啲去旅行啊、湊仔經啊，跟住唔知咩咩咩創業心得啊，跟住咧唔知乜乜乜咧感情觀嗰啲嘢啦，然之後咧我睇睇下咧，我都唔知係賣乜啦，因為咧你太散亂啦，就係咧你冇一個 focus 啊，令到咧你根本咧啲人對你嘅印象咧就係一個好似娛樂佢嘅人啦，即係睇完你啲片就算啦，即係好搞笑啊 send 俾啲 friend 先，咁你咪即係有流量，但係咧冇印象咯，即係有流量冇生意咧，就係拍 reels 嘅人咧好多時咧都係咧為咗追所謂個人 IP 咧，反而令到個品牌個印象溝淡咗啊，個生意反而仲差咗啦。咁有咩係一個好嘅 IG 銷售入面咧？就係咧你淨係顯示一啲咧有助銷售嘅內容策略啦，咁唔一定係 hard sell 嘅，你可以咧係間接咁樣講啲痛點啊，唔同角度咁切入啦，亦都係咧一次更新咧就唔需要不斷咁轉化。即係唔需要咧再更新啦，因為咧啲流量不斷轉化。即係咧，其實我個 page 咧，你會見到咧，其實我對上一次更新已經係50幾日前啦。咁咧，我落8蚊廣告啦，跟住就好多人查詢我服務啦，所以根本咧係有少少係唔憂做嘅，即係咁樣講有啲串啊。咁但係咧，因為咧嗰個 page 已經夠晒好啦，對我嚟講，喺我心目中已經係一個好理想 IG 商業啦。亦都係咧，因為我即係過往做生意都係咁做啦，就一步到位咁樣。咁我 keep 住落廣告咧，咁就好多唔同嘅人都查詢我嘅服務咁樣。咁可以用廣告輕鬆回本盈利啦，同埋穩定咁大客安心經營啦，有清晰嘅方向，亦都有系統經營。咁一般人嘅 IG 咧就係冇乜重點啦，亦都係咧落廣告成效好差啦，就可能好 hard sell 啦，又或者咧係咁出啲唔同嘅 post 啦，係咁頻繁更新咧，其實都冇幫到嗰個生意翻嚟啦，同埋咧每月追數，因為咧個訂單唔穩定嘛，又冇乜方向，冇乜靈感。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學更加多咧，因為今日咧呢條片咧即係 part one 啦咁樣。即係講咗2個 step 同埋個故仔啦。咁你記得訂閱咗先，我之後會出 part two 嘅。如果你想咧快啲咁樣有人即係指導你咧，將業務咧增長至2至5萬蚊啦，就好似咧我個 page 入邊嘅大量成功例子。如果你想成為其中一份子咧，亦都 IG DM 我 info，睇下有冇機會同你合作嘅。咁係咁先。